来看有一个英国籍的女子，甲伊澳洲籍的男朋友到台湾的花莲居家检疫14天，竟然甲因英国的媒体投诉，讲台湾检疫的所在食物真歹，房间真垃圾，甚至无烧水，都袂输是加压共款。敢有影安尼呢？指挥中心讲是这对男女朋友讲钱无够，花莲县卫生局阁帮忙联络，才帮因找到。包遮包大，一天250块的检疫所，绝对无甲因开台。英国的媒体嘛知影家己的报道无妥当，马上就甲报道提掉了。一对伫台湾居家检疫14天的外籍青年当中的英国籍女子，透过妈妈向媒体 BBC 控诉，讲环境亲像家甲共款，但是坐来到现场，房间内有西装台、衫橱、册桌啊，嘛有洗衫机，一开始烧水故障嘛马上修理好。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绝对无开台。原来是有一个民宿愿意给他们，但是他们说没钱可以付，所以就把他们安置到某个地方去，那就收他们1天250块台币，好，1天250块台币，对，吃加住，对，应该是说，如果这2位英国人突然想起来他们有钱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安排他住比较好的地方啦，嘿。外交部对此深表遗憾，并且严正的澄清如下：第一点，经过外交部向花莲县卫生局仔细的查证，这对英国的情侣曾经表示说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在原来的旅馆的隔离检疫14天，所以才由花莲县政府卫生局安排入住检疫中心。外交部向卫生局查证了后澄清，英国媒体后来嘛撤掉这批报道。澳洲跟英国来的这一堆男生跟女生我们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万全的准备。而且根据规定，这对外籍青年，若是完成14天居家检疫，一天也阁会使领1000块补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呼吁大家爱肯定前线人员的努力，人互无实的言论，打击大家的信心。